人生第一次見鬼，秋田縣見到最猛嘅鬼。當踏足秋田縣嘅時候，都會好好奇點解成日都見到一隻鬼怪，所以今次我親身嚟到南陸半島那瑪哈嘅館去揾下呢一隻山魔鬼。話明佢係一隻最恐怖嘅鬼，佢會一邊走訪各家各戶，一邊大叫愛喊嘅小朋友喺邊度啊？恐怖到啲人誤以為山魔鬼咧只係會惹喊小朋友嘅惡鬼，其實咧山魔鬼係神明嚟噶，每年咧除夕嚟到人間，頭戴面具，身穿蓑衣，手持住殺魚刀。鋤頭，除咗咧告誡人唔好懶惰，喺冬季嘅時候都要勤於工作，仲會祈求去病消災、五穀豐登、魚獲滿船，先可以一齊度過嚴冬嘅。呢度咧就有超過150多種嘅山魔鬼可以俾大家睇睇，裏面更有更多唔同詳盡嘅歷史資料、故事話俾大家知。喺側邊亦有山魔鬼周邊商品同紀念品等等，仲可以喺體驗空間穿着成為一隻山魔鬼，睇下我。Wow.